这是新加坡年假宜兰团结园区办跋杯比赛，拢总2组游客，其中2个游客是连续跋到10个上杯，另外2个人连续跋到9个上杯，正到白手。为了要来分头3名，4个参加比赛的人，伫咧28年假，搁再战一回合。上尾是一个今年7岁姓地阿妹仔摕到冠军。团结中心咧28年假这几天，共款拢是人吵。跋杯来求上杯，为望通甲大奖甲摸转去，姓陈查某囡仔子甲拼落去。哇！比赛开始，这个姓陈查某囡仔子伊甲这个杯盘甲捧起来，丝刷搁甲拨落去，出2个上杯，杯头安尼定，连续2杯上杯，这个查某囡仔子的势头真好，刷落去这个22岁单线是嘛来挑战，不过伊第一杯就出现笑杯，安尼输赢就随知影。恭喜你得到夏威夷7天5夜双人游。原来顶届春节假期的时阵，伫宜兰团结园区有举办跋杯比赛，有出现2个人拢是小连续11个上杯，还佫2个是9个连续上杯。迄当阵大家是拼平手。即摆要搁甲比一个，这4个参加比赛的人，伫28连续假期的时阵，伫遮搁来甲拼一个。上尾是这个顶届跋杯的时阵，喙齿落去，这个7岁姓陈查某囡仔子，心灵有定义，伊连续2杯摕到冠军。妹妹开不开心？也若团结园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旅行的团客是减要6000多人，不过这个散客影响无大。28年假的第一天，就真侪人来吃了。台湾的防疫状况做得还不错嘛，所以那也是出来促进消费啊。觉得这里是视野比较空旷的，就是空气有流通的地方。店家讲，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生意有落要3成，不过年假的第一天，就有恢复较早遐尼加压。今天又比较好，年假大家还是都有走出户外。店家原本烦恼讲民众唔敢出门，想袂到年假了后，第一个连续假期，民众要是有出来行行闹闹咧，通送人一个心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